山的轮回门有天、地、玄、黄四门。天门是飞禽门，地门是走兽门，天门是鱼塘门，黄门是人门。无但因为伫个凡间为着要帮助甲报答着动宾，所以讲伊动了凡心，伊贪恋着情欲，甲乌青青的发生着纠纷。王母娘娘知影牡丹伫个凡间无专心来修道，非常的生气，伊甲牡丹呢囚禁在洞鲁山的冰火之路，来受着千年冰寒之冻苦，以及着光烈的太阳神火的烤熬。牡丹伫个洞鲁山受着冰火之苦了后，王母娘娘发觉到牡丹伊的内心对洞宾也是情欲平生，所以甲牡丹拍入到凡间来投胎转世为人，再受着人生的四大疾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牡丹转世投胎伫个白月亮的厝内，号名叫白牡丹。乌青青因为伊心怀仇甲恨，互王母娘娘才拍入着洞鲁山，囚禁伫个洞鲁山的千岛传心之路内面，然后才甲伊拍入着凡间投胎转世，想袂到因为日月之差。乌青青全然变成一尾妖蛇，妖蛇危害凡间。黑龙真人知影了后，特别命令吕洞宾带着圣剑来这个所在投票。我来啊！店长，你睇下，我一个人就已经拄起妖蛇。孙啊，河东水也不够，店长，麻烦你甲河东转去天庭禀报师傅，都讲李洞宾今日要甲这条妖蛇同归于尽，以后袂当回天庭。师傅，请师傅原谅。哎呀，孙啊，袂使啊，土财主水也就来啊啦。你讲啥物？河东已经甲土财主见面啊，土财主答应要来以身试剑啊。啥物人叫恁去啊？无人叫阮去啊！既然无人叫恁去，恁为什么会当安尼做呢？孙啊，阮是为你好的啊！恁两个安尼做，分明是要叫我李洞宾做一个不仁不义的人。孙啊，陈大主来了！陈大主。董太主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少公，洞宾，姚公主，你听我解释。免解释啊多，今日我一定要爱你赔命，快走！好多。姚公主，你听我讲。唔免讲，我今日对天就转，一定要替李洞宾替土太主报仇。姚公主，对了，较要紧。等下阮孙子大妖蛇抬死了后，我敢向你解释。免讲啊多。解我多，姚公主。走去，王娘，多谢你维护。刘囝，我总唔通离开你。你要知影，王母娘就我化成天，明明我下凡也你回天，我反背王母娘甲你作对，过着一段走歹路的日子。我心中犹原时时刻刻拢在想，
现在，信件需要我的力气，才会当发挥到威力。这是我报答欧母娘娘的问题上好的机会，希望你将我放袂记。何兄已经答应我，会好好照顾你的安全，所以，伊拄则毋接受到你的这种煞来透露，伊用伊的性命来证明伊答应我的代志。我总怀疑，刘囝，咱若是才阁上过。相公，叶公主，你为道理讲，道理汉奸，惹出袂少的代志。看在杜太子为你牺牲的份上，你紧日开车。啊，若无，你就随阮孙兄弟三人当倒入乡见老君。李洞宾，你只不过是修炼几工的功夫尔，天生一套的剑法，讲话就遮尔夸口。你想讲，你已经是重回天庭，即摆又搁变成以前的东华小姐，是无？叶公主，我是好言可劝，你唔通搁执迷不悟。李洞宾，我叫王子虽然是查某，但是我讲会到就做会到。今日我已经当天有奏折，一定要替你替陶太子报仇。好，叶公主，既然安尼，你就读酒，我李东兵决心一命换一命。看这！走！剑矛刀，剑矛刀！叶公主，阮兄弟两个人要受你这种冷眼满意哦。你免踮咧假仁假义。叶公主，阿叔你若搁敢对剑矛刀动手的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刘囝，相公，相公。叶公主，叶公主。剑矛刀，你有要紧吗？是啊，你免担心，咱对了较要紧。好，你看恁来。奇怪，要抓嘞！剑矛刀，剑矛刀。袂用啊，咱还是先找一个所在疗伤要紧，腰大另立再图。孙娘，你讲那姑娘，敢若哭得真伤心哦？对对，孙仔，我嘛有听到。你坐这歇问者，我倒下来去看卖者。姑娘，敢有啥物代志看袂开？小我做的命足苦的。姑娘，请你莫阁伤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偏偏我都无落好气。姑娘，请放心，不管你有任何的困难，阮孙兄弟三个人自然会替你担当。公主你有所不知，阮家有4个人，本来阮生活过得足快乐的，也毋过阮全家拢去妖煞所害，今摆留我一个人，你叫我命哪活落去？妖蛇有害世间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。请姑娘放心，阮孙兄弟三个人一定会替天下百姓除妖。多谢公主。公主，请来坐坐。叫了姑娘实在是真歹势。你哪会安尼讲？来坐坐。多谢，要不多，紧坐。公主，我看这2个大哥确实真是有伤过，无安尼啦，伫我遮加大2工，等伤若好，才搁拍算。多谢姑娘。啊，无恁休困，我来添茶互恁啉。
谢谢。多谢姑娘。李东斌，你有这个性格，伊阁是安怎？我只不过是动一个小小的脑筋，你就中计，实在有够无路用。我来，叫普通话困去，一定是大战摇蛇的时阵受过忝。救命！救命！公主，姑娘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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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啊，这姑娘是安怎的？我想嘛是，伊面是足歹看，敢若是中毒哦。无毋对，伊是中毒无毋对。检普通，恁出去外口，我随家疗伤。是是。姑娘，姑娘，公主，你哪来对待我？姑娘，请你唔通误会，在下只是替你疗伤而已，并无其他意思。也毋过，你安尼做，我命有面见人啊！我唔管啊，反正我这世人就是对你啊啦。姑娘，这敢讲你欺骗我？不是，在下并不是欺骗姑娘，只是在下是救度之人。放开我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水啊，水啊，水啊，这是啥物代志啊呢？我想嘛是，水啊，咱风风光光走出去，含信念都袂记啊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听我解说，我。李同斌，我是看在过去，我对你还有一份情，那无，你早就用死念者。大大谣言，我李同斌只是一时的代志，才中到你的圈套，也若无食。好，你已经中了我的毒气，性地莫遐尔啊歹，那无怒火攻心，你马上就死念者。我已经败在你的手中，都无话通好讲，要抬要挂，随在你。我哪敢将你杀死？以前你是早醒去，所以我才唔敢生气。即摆你无早醒去，敢讲咱免好好？好啊！你哪会遐唔知影念铁？
我保证，一定医好你的伤。只要你若当乖乖跟我倒转去，我一定输下你一世人，互你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你免阁加讲，就算我李洞宾死在你的手中，我也无可能缀你转去。而且你的罪孽清重，我相信玉帝绝对袂放你逍遥自在。玉帝，伊一定会派大罗天仙掠你倒转去天庭。我看，你还是紧转去天庭领罪。我才唔管啥物大罗天仙，有当做因来，我一定互因用白倒转去。你，李同斌，你莫阁费尽心机，甘讲你伫天庭过一番无聊的日子，会比伫凡间甲我生活较好势。我看你的本性袂歹，而且修行深高，你为什么无爱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呢？你当作我是啥物人？是王母娘娘的化身，还是观世音来转世？我甲你讲，不管我安怎修行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妖精。你安尼讲都唔对，凡间所有该为妖，就算人也是精。道行清高者即为妖精。你虽然是一个大妖，但是以你的修行，离仙并无偌远啊。你为什么无爱静心修道，修行大罗天仙呢？李同斌，我知影你人真好，也毋过我的罪孽因为真深，修行我已经无啊，就算讲要重新开始，是要当来地堂时。你错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你肯静心修道，我相信世界对你来讲，并不是困难的代志。这个时阵，剑河童突然赶到，拍开着洞宾的黑道。是啊，信剑。等下，小朋友，你有看到一尾细尾蛇无？什么蛇啊？我无看到。我汤啊，你要食无？我无要食。感谢太白金星为我这三个不生在道地护法。启禀师傅，唔知太白金星仙家何处？万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多谢太白金星护法之恩。李洞宾，随我回天庭吧。是。恭迎太白金星，龙斌仙长剑河相同。不敢不敢。不敢，有啥不敢的？当年你偷食恁师傅的金丹，返出天庭，甲一句为将军大战南天门，火气今年敢消啊？有啥不敢的？多谢太白金星开示。李洞宾一时糊涂，请两位将军原谅。龙斌仙长唔免客气，小事一件，何必再提起？玉帝已等候各位多时，请。各位，请在此等候。
地主靠近师傅。太白金星，你一路辛苦。有劳劳阮在厝等候10分的歹势。恁起来。多谢师傅。东华，唔知玉帝会发我开阮准你重回仙班也未？回民师傅，地主会用重回天庭，见着师傅的面，心内已经10分的满足，唔敢搁想其他。真好。你确实也安尼想，我就放心。也毋过你爱会记住，继续虔心修道。我相信有一天你会重回仙班。是，地主知影。老君，哦，有没有？领导林大公转来，可喜可贺。这完全是太白金翅的护卫啊！老君太谦虚了，老君，何必客气呢？咱大家请便。恁三个等遮等。是。牛牛，请。启禀玉帝，当日讲修道东华使者转世为你当兵，艰辛修道，擒拿要挟，为民除害，现在在殿外候旨，请玉帝发落。真好，传李洞宾。是。李洞宾觐见。感谢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合家收看。当兵伫咧终南山鹤顶洞，夜行下山，拄妖侠有功，玉帝召见。到底玉帝是要互当兵列为仙班无？要列为仙班是无遐尔啊简单。当兵只不过是拄妖侠而已。玉帝甲众仙伊个会互当兵什么任务呢？吴青青化为妖侠，为着太白金星收伫葫芦内。吴青青以后会变成什么款呢？玉王子对当兵是10分的怨恨。伊阁会对当兵采取着什么方式来报复呢？牡丹转世伫咧白观音的厝内，号名叫做白牡丹。白牡丹伫咧白家，伊阁会发生什么代志？白牡丹伫咧凡间是要安怎甲当兵来见面呢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合家收看，保证精彩好戏的《如当兵》。